来关心这台南桂林的高铁特定区呢，这几冬来这大楼是一栋一栋安尼起，也毋过最近呢，居民所反映讲暗时定定闻到鸡屎味，也是讲这猪屎味，所以怀疑敢是有业者走来偷盗。即马环保局呢是回应讲会加强巡查，嘛会出动无人机来调查污染的来源。 但桂林高铁特定区近年来起袂少大楼，不过真侪在地客家反映，常在暗时拢出现鸡屎掺猪屎味，互人评价强要冰白。有人嘛告不离将甲塔门关起来，甚至连衫嘛唔敢摕去外口披。武当沙轮掺大潭里，拢总买外1万人，拢反映受影响。这款状况在地讲真久拢无改善，嘛引起民众怀疑，敢有业者偷排行为，唔望政府查好清楚。 就是不时会闻到那种畜牧场的排泄物不好的气味。地方的发展这的臭味来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，是不是讲请咱政府、咱相关单位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？根据了解，高铁特定区周边有8个畜牧场，大部分已经店家20-30档，后来才发展起来，陆陆续续人来遮徛。地书即阵有寡反映的声音，在地机关是讲，这影响居民的健康，恐惊嘛影响高科技产业发展。 因建议政府比较空气品质机制，互业者提早公告时段，嘛通考虑甲牧场刷离开，保障合法业者权益。透过以地换地，也是补偿方式来协调。我咧尽量会当放，我就放啦。鸡屎都我每一批出去，我就3天5天，我就拢规个拢处理掉，包括拢摘出去的。有味就是干那咧放迄天第一天啊。 那我们不可能强迫要求他一定要离开，但是对于未来国家重大的决策跟重大的经济发展，我们是否一定要跟我们的畜牧业者好好沟通？因当地部分区域属禁航范围，本局已循程序向相关单位申请无人机空拍，并利用周边合法空域进行拍摄，以协助调查污染来源。 那环保局指出，去年到今，伫桂林区已经有执行13届畜牧怪味的采样，嘛有发一件。因讲后续会持续加强稽查，参与的业者改善污染的行为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